冒天涯。告白书也是好重要，爱勿脚也是古话长腿。上回关键要讲讲团呀，让我本人开本讲团呀。大细嘛，都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夏高空来摘呀。美浓山下摘到几个山下，爱做爱呀。好吹舌头，阿妹报嘅合作帮白妹讲嘅想法。慢数来叫几多，上悲哀引流中火，爱捉唔到叫水唔到，火风里事见对见人做，火风里事见对见人做。姐，你同阿平聊边好吗？哦。好啊，冇急，慢慢嚟吧哈。看样样的喏，会唔会面色太怕咧？我查些口风嘛。那有骗人查口风的呀？放心啦，人迄个孬。冇的啦，冇的啦，我冇见阿发哥咧。我冇比看到我也系用的啦。秋巧，姐，我拜托啦，求你好吗？拜托啦。秋巧，姐，求你啦，拜托啦。曼云啊。中午先来啦，阿爸。哦，阿爸，你等下哈。哦。阿爸，阿妹，唔能来啊？系啊，咁咪即系挨嚟看手口咯。佢要检查啦，希望唔能关一张来好吗？我改叫冇啊，冇我家边先吃东西，暗掉样来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咁下年我暗掉人来。好啦。秋巧啊，冇上那声音都表达法海。哇，一看注定的偏贵娘葱，那是一样不容易用的，还不会看到，还不会死得酸的。秋巧啊。中午姐，遐水讲的甜饼。你过去啦！你行过去啦！我冇看到你啦，姐，你别走啦，姐，我冇看到你啦。秋巧，唔好嚟啦，他到阿爸嚟啦。我冇看到你啦，姐，拜托你啦，姐。秋巧。都太样咯。哎呀好，来啦，可以啦，阿爸。手口。阿爸。我穿的吼，秋巧西药的朱砂，免演起来，他人冇免演啦。伊无想讲唔看到伊安尼养神啊。有乜關係啊？你唔好上眼度啦，用眼入去
我甲伊讲啦吼。阿发啦，你先莫去翕啦。手扣也哈是要做迄店亲的首饰，唔去期约结通诶。不过，伊从无变来亲伊生人啦。用来去甲伊讲啦。阿发啦，唔通来讲啦。手扣也哈心情是无问题啦，还当慢慢的牵去啦。唔能先跪啦，好冇？错啦，阿发，手口摕薄片，唔莫本伊应应叫啦，安尼对骗人唔好，安尼先跪落去啦，吼。系啦，阿爸，手扣一下是要做迄心情的平静啊，唔能先跪啦，吼。来啦，阿爸，行啦。赶紧落去啦，吼。错唔得，我要亲手扣。暗暗的无嘛好啦，骗人我休息啦。我弟做嘛无惊我，不过我一定可以啦。万一手口有应现应叫呢？应现应叫，轻下手摕落去啊！我看到伊，咱用要安心嘛，来落去啦吼。手扣，今比好无？都袂这讲出来嘞，我求伊求到我死，希望答应我，伊来看。其实，来做就定也骗的，也蛮提做化疗。我担心，你还身体会拄唔掉呢，我想会甲人穷下。就算也蛮变粗、变太口，嘛没关系啊，也会暂时的呀，对无？来人来穷下，样对啊。你答应讲来，以后不管发生乜嘅事情，就会甲伊讲，会甲伊参详。唔听表迄个。就叫。唔通来讲啦，用来照顾阮啊。唔讲我啊，阿发哥，俺能叫我加油啊！安尼，你爱骗。就会更快好，我要做得好好用功读书，也是做无忙的事情，做得长长的。就叫。我说爱的，大家讲，
还讲了，这个表演来做嘛？来的呀，好，有我照顾好不？求求，好。哦，哦，哇！你伫做嘛个啊？全无伊多点几来喏？用要安怎就提咩啊个啊？全部无水毛。所以唔迄啦，可能来十之后的，我要十以前十，求求佢个平劝快好。搞迄早面亏迄多年哦。现在迄创啊是啥物？要听来通天说啊？唔是啦，而且我要去甲十，安尼较有生意。唔惊去准备啦，差不多要送课的哦。哦，好啦。哎，怎么解？解给你们看。秋秋，发哥，带鸡桶来哦。俺妈哦，做几道鸡桶呢？伊讲啊，我甲爱同阿咪补一下啦。伊含特别交代爱哦，我带些来本色咯。看伊嘛个哦，鸡肉好嘛？还有呀，鸡肝，好，来吃呢。唔是啦，我切下来就好了呀。唔怕啦，来，食哦。记得同爱多吃饭没有？做乜个硬框啊？给伊太多还买的东西啊？呀，应该早要治好个啊，我希望尽快好啊。给伊太多做黑哦。小少含油呢，等下十以前十，可能就好个哦。按叫就题目含牙嘅哦，今哪有时间读书？有啦有啦，爱吼可以去英文摘一字好个，也按做破一度摘一度，安尼点嘛？哎呦，我就讲，不管啦，牙还已经学过到咧，还蛮考黑一切，不准再来请来哦。哎呦，看来呀，摘字好个真的改友好哦，也蛮啊，做得刚来潮湿的哦。哪有同潮湿啊？好啦，看咱有精神哦，那就放心的啦。安尼我会好好用功读书，哈？保证。保证。为了喏，为了俺的将来，我一定会好好用功。你是谁？对吗？来，开始啊！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。楚人下马客在船，举酒欲饮无关弦。虽不曾还残江边，别时茫茫江浸问水上琵琶声。主人忘归客不发。
刚经过我们急救以后，现在呼吸心跳已经有一点恢复了，但是情况还是很危险，不太乐观哦。你们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。拜托，给我妹妹，拜托，医生，麻烦，妈，我的手，我本手脚痛到，但你太贵，我不理呀，我不理呀。各位同学，听一下老师这边。现在再做一次最后的检查，看看准考证、2B 铅笔还有橡皮擦带了没？东西都准备好，我们就出发去考场。哎，阿爸，明仔摆吼，一定要金榜题名的啦。牛弟哦，真班闲。哎，错不半毛还讲英文呢。哦。俺们阿爸妙的喏，俺做一个 What's the matter with you 呢 Really？ 嘿啊 ，Really？ 惊啦，输啦，准考证有带哦。有啦。走嘛。行啦行啦。一年从考一日嘞，改革就过去的，还可以珍惜，做得有听一次的机会从考太好，还有球球的鼓励，让我勇气百倍去考试。太考结束以后，我年纪天我去做一个每一个太后上就会做的事情，就是环岛旅行。不过我身体对于表唔好，身体唔好的球球。小狗，环岛旅行。等下阿發過來，同埋我個講哦。啊，我同爸哥講一次啦。真鬧嘅哦，嚇？對啊，出口看，怪鬧呢。係啊，你看看，我哋出去安定影相呢。改錄下改好，是做化療下個好。係啊，鬧我。鬧我。哎，小 Q， 你可以來過好嘅呢？阿發哥，你來哦。唔要你壓了，我哋去先旅去咯。啊，你要坐啊？好。爸，坐一下啦哈。好，老家。小 Q， 坐。小 Q， 看，有1000隻字學嘅呢。哇，鬼到呢。1000隻字好誒。來呢，整煙傾起來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先整理一下哈。好。小 Q， 我做乜咯？來呢，整煙傾起來啊！啊，這同嗱，唔要走到的哈哈，我哋你拿整先。好。對，好好。好。會講呢。小 Q， 來整先呀。啊，阿爸要推天數哦。好。別呀，哎呀，還有鹹魚雜喎。好嘅，好。來用。來，小 Q， 呀。小 Q， 要雜字好嘅哦，真係心誠則靈呢。字好嘅雜好嘅，唔係好嘅哦。係啊，佢要好哦。哎，小 Q， 喂，唔好你認真啦，你真係唔好開，嚟呢，出去行行啊，好嘛？好啊，天氣改好，想去出去行下。小 Q， 你有感覺係呢，行得呀就像睇下皇帝一樣嘅。佢鬧呢？我想哦，放榜前幾日啦，係每日就過來片，好嘛？不過
你都在考虑呢？可怜哦。啊，係啊，真係開動你啦！最你冇落錢嘅呀，喺開動考唔上太好，是冇得玩嘅啦。係哦，呢個答案嚟啦。可能怕會考到嗰啲太空呢？啊，你會嚇死我哦！我係騙你半夜喊唔起呢。唔係講你騙人啊，唔喏，佢係形容呢。定係太學讀書啦，係睇本集該睇該講嘅結婚典禮。唔該，你見邊有落咗，可以來該講呢。形容嘅，我哋都要結婚希望。所唔係亂講，萬講冇福氣啊！唔希望萬有啊，嚇！發哥，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录取名单：06067刘文芳，06093郑文贤。阿明，你考到的啦？政治大学政治系呢？呀！华伟两个位啦！有沒有？確定該防疫嘅啦。哦耶！哎，好了，这样好了，这样。文雅。喂，阿發同，好唔聽下下？阿發，啊？若不是辦到同學打電話就是唔嚟。好。我接，好。喂。哎，阿海大樓呀。哦。真的哦，恭喜你們啊！啊，有，阿威考到政治大學呢。啊？我還在找呢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再打給你們哦。好，拜拜。英文哦。好，哎，阿金考到海洋大學，阿海考到東吳大學呢。真的哦。係啊。嘿，你全部考到誒，就剩我啦。哎呦，你還分數比人個高呢，人有政大誒，你當然係台大啊，窮快錢啊。哪有咁簡單？台大呢？當然的啊，你情況啦，一定以為啦，哪一打電話問康比，唔知康比有考到冇？哦，冇，你打哦。我真的考到了呢，台大社會系。媽，真的考到，真的啦！先生，啊，要考唔走門啊！冇啦，睇下，啊，咩？呀，唔再發，真的呢！哎，這是阿公，那真的考到台大，我不會成功的。你嚟打電話。哎，恭喜你耶！阿范，康比啊，考到文化大學呢。哎，大炮呀！有怕呀！大炮！小 Q， 我要出發咯。我呢可以環島旅行，差唔多10日半張日就歸來了。好啦，煩嘻了啦，其他會生意哦。哎，對啦，咁我時間要多休息咯，點啊？好啦，如果輸捱，你成入去啊？唔怕啦，我等久咧，那你啦。好啦，哦，喏，成入去，自家照顧好自家，點啊？嗱，嗰幾日就歸來啊？啊？我留意哦。家人入去哦。家人入去啊。再見。阿發，
发哥，我要等过来哦。又到了我们美的时光点歌时间了。来信点播的美农吴同学呢，要点播一首歌送给他最爱的女朋友秋菊，希望呢秋菊能够早日康复。听着这首歌曲呢，就是珍妮带来的《天真活泼又美丽》。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最受听众朋友欢迎的单元点歌传情。今天要为正在环岛旅行的吴同学点播传情哦。吴同学要点播这首《誓言》送给他的女朋友，说是要传达他们俩永不分离的誓言。阿姨帮我，可唔可以永遠冇結束？發哥，冇相關啦，你哋係有聽講你，係該度聽講你，好嗎？好啊。上马家啊，上啊按一声。当然嘛爱唱曲啊，敢是唱曲啊，迄个呀，唔是去好的哦。好伊哦，唱曲酿做伫下创行，唔少我伊要肥要挑哦。之前啊，担心唱曲要死呢，伊也无事的啊，真是非常欢喜，唔好我安尼啦。走了啦，走，下一站海东，出发！来！美浓的吴同学今天特地点了这一首《闪亮的日子》，要送给他的女朋友秋菊。他说要谢谢秋菊，并且告诉秋菊，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。一條歌唱到節目爽快，啊腿骨黑色。會啦，會痛啦，因為阿發哥掉都會痛嘅，會痛。秋橋，你昨晚唔陪阿發過來看，佢喺第二包，心肝都一定怪苦。我不會艱苦，我會記得你，佢健康的樣嘅。永遠地記得我們曾經擁有閃亮的日子。我心嘅。那麼發哥，好，唔通是我揾男朋友啦？阿媽，就叫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輕輕地唱，你慢慢地和。是否你還記得過去的夢想？那充滿希望的歲月，你我唯
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。你会记得，永远地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好像冒出来啊，最好吃呢。啊，还有一盘哦。很油哦。哇，阿发啦，是讲乜意思？啊，上架可以上尾床诶。唔係啦，我是教咧，我可以手腳教到下呢。唔對哦，手腳嘅身體有夠好嘛呢？唔過我要向夫人係要睇佢來呢。啊，係啊嗬，你冰箱可有幾盤做嘅，我來拿啦，咁樣做佢甜。阿發，那是一筆。啊？蛤蟆嘅呀，已經是太黏人嘞，做事情比以前更有擔當。哦。男子漢太倉庫，拿回去我表揚下，點冇？進步啊，講下來迄個啊，有冇啉一道啤酒，講下水花，他講顏色啦，吼。錯嘅啦，來吼，唔係呀，睇下睇不趕呢，所以講阿爸他自從幫助哦，係要哦，呀，飯條堂，我喺哪一本手腳識呢？好嘅啦，睇下來趕邊，你慢慢嚟試哦，我喺潛手腳嘅哦。阿發嚟啊，你做唔得起啊？做嘛做唔得起啊？发生乜嘅事情啊？就叫伊生以前就死的啦。秋 Q， 秋 Q， 阿发，不要走了，有奶了。阿发，你不要这样啊，阿发，我已经秋 Q 了，我已经秋 Q 了，不要走，爱啦，乱的啦，阿发，先冷静下来，听我说一句，某一个讲的啦，你都安定了，我要带你散步了。爱去，不要输，爱去啦，爱啦，不要输啦！放了，爱去就去。好，你要去我就带你去啊。阿發哥。我一定過來哦。哭出来吧，别憋着。阿爸，阿發，唔該啊，我執到日這一天花，都趕過來啦。嗱，
去摆秋蔻，后伊讲唔来看伊的。也迄秋蔻写本的心的，不过伊通慢慢的看啦。秋蔻，你讲我等来，我等来，有无等有脚条无？啊？脚条，我做埋啦，你不买点啊？阿法，你冷静点呐！你的秋菊已经入土为安，难道你还想干嘛？你发什么神经病啊？没啦，秋蔻上个世界各有脚法，我个亚米算改动脚法，用也着法，偏偏秋蔻。安尼哦，好啊好啊，紧来去拿吼。做的哦。哦，唔会办啊铁枪嘿。我爸哦，我甲抽的烟有擦黑，我甲天脑控制的红颜色了。
以后闺蜜哦，全部就无相同的。唔会啦，明年都冬天，还要断言心，要再言呢，又要欠言呢，硬我要几落天数啊，唔系啊？香港爱听我几落天数的啊。不过，手脚无得呀。好个啦，唔好乱想啦，行啦，太可爱同夫人还睇莲花灯来年呢。伯父啊，那和福林啊会常来看你们的。阿发啦，同事有带册无？我今仔日落空无带到呢。有啦，全部带啦。好，全部带好都冲个出发嘞。好，火山冇得赢了哈。来，阿爸，改年来就好啦。阿公，侬好好复健哦。等下放假归来啊，唔就好诶。来年就呢有几只太硬啊，哦。好嘞啦，一天的18上爽啊，无去唔好，要留唔着嘞啦，哈。哎呀，看你的东西很多吼，也系来眼镜天数最好。老师啊，这信里啊，那和福林班就可以了。我们4大金刚啊，也好聚一聚，找事情说说话。阿发啦，爱建议老怪想法，要伫遐7家照顾7家无？爱滴啦，唔吃食啦，妈，安尼要去的哦，唔是送的啦。阿伟啊，唔好强样啊！爱滴啦。路放小心嘛哈。好啦，落去哦。哦，爸落去哦。补充我哈。好。要记得哦，打电话回来啊。爱滴啦。阿斌，记得写信回来啊。一定啦，顾着把妹啊。怎么了？东西忘了带了。你们先去客运站，我等一下就过去哈。哎，我哪呀？我放个茶嘞。来，听没有那个九 Q 讲再见啦，一嗨就好啦，好。九 Q，我上台北了哦。来位谈包，好好也未太好，将來也未要出條。不過唔得田康，嘛去自家顧好，冇幫佢食喎。唔講嘅哦，係全部答應你。不過今日最後一點。絕對唔可以帶唔到，放假歸來，A 天會過來看你啦，嚇，小 Q，咪留意哦。再见。阿发哥，你要开始过年太后嘅新生花，俺们要开始过爱你嘅新生花哦，总唔得伤心哦，因为啊，爱睇天当风，头脑乜唔会烦咧，身体乜唔会痛，也呀
全部就归好，哎，丑人再次会，呀，你都天当红做天使的呢，你要好好读书哦，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不会天当红反正哦，好好讲你的新生活，将来饲个国家的信仰，该听用的啦。放一个心情，祝福一生幸福美满，求求。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，来带来希望。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。时来伊无叫，时来伊无叫，时来。喜困住的，住麻烦地地，住个无见夜，来带来喜困住的，住麻烦地地，住个无见夜。